從羅湖口岸出關後，在左手邊。旅遊360的導遊在這等你，集合完畢後，跟隨導遊前往上車點。看到粵港新天地後進入。進來就是羅湖口岸集散中心，通過玄關進入，跟隨導遊直行。在這可以看到旅遊360貴賓服務台嘅上車點、旅遊路線、門店地址、諮詢電話、羅湖閘口岸上車點。